外后收院做天的工课，做老师的手，在老师来做，嘛是来这个世间的把这个不好的风气、不好的毛病，把它改变过来，把它转化过来，所以呢，咱转变成功，第一，咱唔能污染，咱自身唔能污染；第二，咱会当加提供加了原来的一种心。过来，咱会做咱的结论。然后有讲袂好，因为时间宝贵。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封锁，如今沉浸光生，照破山河万朵。伊即句话就讲，以前有一个好野人，伊足办啊好野。有一天伊去看伊亲戚朋友，伊亲戚朋友足办啊瘦。伊这好野人伊人真好，伊就讲我的亲戚遮尔啊瘦，伊就摕一粒迄个夜明珠珍珠，总来插在伊的衫的那鞋仔内底来藏。那么这个善良人，伊拢唔知影，伊这个好野人的亲戚来藏夜明珠伊希望讲，伊会当看到这粒明珠来，家换现金会变啊足好野，会当较好过，莫讲好野，讲变甲较好过。所以伊就家藏在伊的衫内底。经过几来年了后，有一天，这个好野人去看这个善良人的亲戚，伊也是遮尔啊瘦。伊讲：你是安怎会遮尔啊瘦？我著明明互你一粒珍珠藏在你的衫内底，你乃无看？伊讲：我唔知影，我唔知你有甲我藏一粒明珠在我衫内底啊。所以这就是《法华经》内底一句讲，譬如讲，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佛性，拢有一个圆满的佛性，藏在咱的心内底，藏在咱的衫内底，咱拢有知影。如今今日求道，今日拜拜，咱知影就是要转迷成悟，转迷入悟的时阵，咱开始爱转，甲这夜明珠，像咱头拄讲，家保持个清气，莫搁来污染，搁用这明珠的光，这光来家照，照足引导搁较侪兄弟姊妹，搁较侪亲戚朋友，大家拢来修行，大家拢来改变，会当完成咱老师的心愿，嘛完成咱今仔日来这个世间上重要的目的。那么今仔日，一下午的时间，今日到10:50分，那因不差希望讲今仔日大家会当搁有信心，对修办的这条路搁有信心。咱明仔咱会有一位迄个前贤会甲咱讲伊的修办的一个经历，那么咱真正是无简单的机会啦那么大家有讲话较紧讲了较无好的所在，希望搁前台底咱的就点的书以及咱的前台底，会当甲咱来关照，甲咱警惕。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道福丰盛，感谢大家。今仔日当中呢，会使甲讲，我咱第一个班，咱先来考班但是12月初3号，我有这个选举当然有一寡这个候选人因为你是讲当年候选人等下来，江景光候选人等下来，王良成候选人进前在这个所在，王良成。